我们有一场戏是要吊水，然后因为他们2个人在船上的时候是手铐跟手被铐在一起，所以阿龟落水的时候，木熊一起被拉了下水，然后在水下他们有一段挣扎的戏。可能在视觉上面只有短短的30秒，但其实我们足足排练了4个月。1、2、3。我跟夏彤掉下去的时候，我那一刻真的觉得我要死了。我真认为我水性非常好，我还没卡，我要继续盯着，然后继续演，不行。但是我就算憋气，浪一打来，灌进去，我已经不能呼吸了。真的到某一刻的时候，我突然探出头来，这样我要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冲过来。那我觉得夏彤很屌。他说他水性没有那么好，但上课的时候，或者是真的在拍摄当下的时候，他完全是没有任何情绪的，都是盯着，然后很帅气去完成这些事情。我已经在求救了，他还是盯在那边，就是非常的厉害。我们大概学了1个月，然后每周大概1堂到2堂。我觉得阿贵给我很大的信心，因为他水性蛮好的，所以他会慢慢教我怎么样在水里不紧张。然后阿贵就是给我很大的信心，你办得到，你办得到。好，那我应该办得到。为了这一场短短的戏，其实2位演员都分别去考了潜水执照，因为必须要潜水执照，你们才有办法潜到那么深。台风这场戏，我那时候看到剧本，然后就想说，哇，技术组们要怎么办到这件事情，营造台风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又加上风力的这件事情，我要怎么样去感受当下的一个状况？那在拍摄当天，就是我觉得很神奇耶。虽然旁边树摇的状况是由工作人员去摇的，可是当雨淋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内心想要去以我的力量去救人的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膨胀到就是我根本不在乎旁边的东西是什么。船舱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几乎是不可能拍到的场景，因为国防部是军舰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。但因为我还是要讲到我们的制片组非常的给力，在我们剧本一出来看到 LSD 这3个字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跟国防部展开长达1年多的书信往来。但那场戏又很复杂，临演人数会很多，工作人员人数也会很多，所以我们光是背景调查，然后帮人做资料的审核，其实都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为的都只是希望观众能够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唯有你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这个故事在你的心中才有办法 work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努力基本上都没有白费。